歡迎大家嚟到第一日嘅冥想。今日嘅主題係專注力訓練冥想。呢個系列嘅冥想係專門將日常生活裏邊集中精力嘅能力，提高專注能力，係好有效咁樣提高我哋嘅辦事效率。而專注就係將我哋嘅眼睛同埋注意力始終如一咁樣放喺我哋嘅目標上面，唔再俾我哋內心一啲嘅雜念，又或者係外部嘅一啲嘅刺激所干擾。佢可以令到我哋保持清醒嘅頭腦，亦都令到我哋效率更加有效同埋專注。而家喺日常生活裏邊，好多好精彩嘅自媒體，例如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係 WhatsApp，又或者係一啲嘅頭條新聞，又或者係 YouTube 上面嘅視頻播放，都好容易會將我哋嘅注意力帶走。我哋想盡力將注意力拉返嚟，就會變得好困難。好多人就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哋總係嘗試喺同一個時間之內做好幾件事，超負荷嘅工作，令到我哋養成咗一心多用嘅習慣。跟住落嚟，我哋將一齊學習分辨我哋嘅習慣性思維，學習點樣優化管理我哋嘅思維，學習點樣唔被過量嘅信息淹沒我哋嘅大腦。學習如何抵擋電子產品嘅干擾，我哋將會訓練自己放慢腳步，享受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只專注做一件事。分辨習慣性思維，練習當下覺察嘅能力，係呢個系列最重要嘅主題。即使喺日常生活裏邊分咗心，我哋都會覺察得到，然後拉返自己嘅注意力。好啦，講咗咁多，咁而家先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坐落嚟，要確保你周圍嘅環境唔受任何嘅干擾，只要覺得舒服就可以啦。而家請腰部挺直，然後合埋雙眼，膊頭放鬆，然後將兩隻手輕輕咁樣放喺膝頭哥上面，或者大髀兩側，慢慢放鬆落嚟，舒展額頭，放鬆眼睛、太陽穴、下巴同埋嘴唇。而家用鼻深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咁樣用口呼氣，感覺到你嘅心口位置被周圍嘅空氣填滿咗，然後再吸氣，然後用嘴徹底咁樣呼出。隨住每一次嘅深呼吸，令到自己越嚟越放鬆、平靜。再做多次，用鼻吸氣，然後用口呼氣。好，再嚟，用鼻呼氣，然後用口呼氣。好，而家返嚟正常呼吸入邊，輕輕好自然咁樣呼吸，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面，注意呼吸嘅時候，身體邊一個部分係覺得最強烈嘅？
最強烈嘅部位係咪你嘅肚腩位置？佢可能隨住呼吸而起伏，亦都可能係肺部。你感覺到肺部正在擴張或者收縮，仲有可能係清新嘅空氣。呢股溫暖嘅空氣流入我哋嘅鼻孔，無論邊一度嘅部位感受最強烈，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嗰個部位入邊，完全專注喺嗰度。注意力跟隨住每一次嘅呼吸、吐氣，持續咁樣專注，跟隨住你嘅嘴巴呼出嚟嘅氣，直到結束。就咁樣專注每一次嘅吸氣同埋呼氣，你會發現到自己係咪將個思緒飄咗去第二度？如果真係你嘅思緒飄咗去第二度，唔緊要嘅，呢個亦都係好正常嘅。呢一個就係我哋嘅意識經常做嘅嘢，所以藉住冥想嘅機會去意識一下，我哋係咪經常走神？睇下我哋嘅意識去點樣扭轉。呢一個正正我哋需要冥想練習同埋學習嘅部分。意識我哋嘅大腦，睇下我哋嘅大腦係點樣運作嘅。邊啲嘅干擾係將我哋嘅意識帶走嘅？如果真係你嘅思緒飄咗去第二度，唔需要責備自己，亦都唔需要批判自己，學習接納自己當下嘅狀態，亦都係冥想最重要嘅任務之一。你只需要輕輕咁樣將注意力帶返嚟呼吸就可以啦。而家繼續做深呼吸，深吸一口氣，然後用口呼氣，然後繼續。記住，如果你嘅腦海裏邊飄咗第二度，只需要一次又一次咁樣耐心咁樣將注意力帶返嚟就可以啦。覺察一下此時此刻嘅自己正在諗緊乜嘢嘢？係唔係不斷專注喺你嘅呼吸上面？如果真係走咗神嘅話，慢慢咁樣將注意力帶返嚟就可以啦。
繼續保持住對此時此刻嘅意識嘅覺察。一旦發現咗你嘅思緒飄咗第二度，只需要慢慢將你嘅注意力帶返嚟呼吸上面，一步又一步咁樣去挽回自己嘅注意力。喺醒察嘅狀態入邊，我哋一齊嚟揾出一個最容易令我哋分心嘅因素。佢可以係社交媒體，例如 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又或者係 Line 軟件啦、微博啦等等嘅社交媒體，又或者係一啲好精彩嘅電視節目啦，又或者你屋企人嘅聲音，又或者係你嘅郵件、手機。我哋經常就喺呢一種走神嘅狀態入邊，因為我哋經常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做幾件事，例如我哋整理緊辦公室嘅台面嘅同時，亦都同時喺度做緊白日夢，例如諗緊陣間去邊度食飯啦，又或者約邊位同事去邊一度食飯啦，等等。所以花啲時間諗一諗，我哋典型嘅一日係點樣度過呢？你就會好快咁樣了解到係咩嘢去偷走我哋嘅注意力。好啦，誠實咁樣面對自己，所有呢啲嘅干擾都有共同嘅特點，佢唔係我哋優先應該做嘅嘢。為咗避免呢一啲嘅干擾，我哋要首先意識到乜嘢係最能夠吸引我哋嘅注意力。當注意力分散嘅時候，我哋就學識點樣停落嚟。我哋只需要花啲努力，將注意力帶返嚟，就好似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上面一樣。發現自己分咗心啦，請停止呢一刻嘅意識活動，然後將當下嘅意識帶返嚟。今日冥想嘅任務比較簡單，乜嘢都唔需要做，只需要整察一下分心嘅時候，只要增強自己嘅意識力量，就係踏出第一步啦。請而家慢慢咁樣用鼻呼氣，然後用口完全咁樣吐氣，放鬆自己嘅身體。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嚟你所身處嘅環境同埋身體上面。如果準備好啦，可以慢慢打開眼睛。恭喜你完成今日第一日嘅冥想練習。
我哋聽日見。